你问我有什么区别？这就是区别。清欢，局势已定，杀了我与你又有何用呢？陛下，陛下，破虏军已经包围圣都，都城禁军，全军覆没了。清欢，收手吧，让我好好爱你，好不好？现在杀了你，破虏军就会成一盘散沙，群龙无首。就算你杀了我，三皇子也会替我报仇的，到时候苦的只是百姓们。连三皇子都是你的一步棋。从你踏入大圣的第一天起，一切都是谋划。不是的，清欢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你相信我。只要你交出降书，放弃地位，我会善待你的，好不好？清欢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清欢，你信我这一次。我不用你善待我，我只要你善待大圣臣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做我的皇后，我保证善待大圣的旧臣和百姓的，我发誓。好，清欢，谢陛下。清欢，清欢，清欢！大喜的日子，哭什么？当初陛下封旨嫁衣时，心里是多么欢喜，哪知会有今日。大圣已灭，还叫什么陛下？以后没人护着你，一定要谨言慎行，知道了吗？是。朕奉天承运，一统灵圣，哀万世太平。圣帝清欢体念苍生，训位归顺，朕加其仁德，立为皇后，统摄六宫，武夷天下。清欢，你终于是朕的皇后了。当初陛下对臣妾总是循规蹈矩，不肯逾礼一步，怎么做了皇帝就不守规矩？如今这天下，朕就是规矩。陛下可还记得大婚之前承诺了臣妾什么？当然记得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白泽都是你的人。不是这句。那是哪句？陛下曾经承诺过臣妾，一定善待大圣的旧臣和百姓。这朕当然记得。你的大臣都在殿下观里，
而且朕还减免了慎国3年的赋税，你放心吧。好，臣妾相信陛下是千古明君，一言九鼎，绝不食言。自然。啊！秦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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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圣13代不孝女，秦欢因情破国，无颜见列祖列宗，永世不负真心。是否会相见？玉叶，快传玉叶！秦欢，秦欢，我错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报复我？奈何生在帝王家。我把地位还给你，我做你的正君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别走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你又骗我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秦欢，我没有骗你，秦欢，秦欢，你快回来，秦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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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传月夜，月夜，月夜，快传，秦欢，秦欢。是否会相见？我化作青烟，轻拂过脸，换一句离歌，是否诀别？化作冰雪冻结阴缺，金色断了线，辗转思念，化作因果的残念，划过桑田，直到那轮回的终点。愿为花落间似水流年，却为此生相约。解不开的是青山。来则一统灵圣两国，史称英宗皇帝。英宗即位初，纳圣国女帝为后，女帝含恨殉国，英宗以帝王礼葬之，自此一生未娶。后禅位三弟白书景隐于京郊深山，杳然无踪。